我食咗日本靈芝黃已經一段時間㗎啦，咁好明顯個人咧就係精神咗同埋病少咗，身體咧好似有個保護膜咁，就算我而家拍嘢捱夜或者四周圍打波都冇問題。以我咁嘅年紀保持到咁嘅狀態，我就好滿意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林以琪。咁大家話以琪姐你 keep 得好好喎，因為我都好注重健康嘅。不過早排一段時間咧，身體又真係唔係咁好啦，個人咧就好微攰啦，瞓咧又瞓得唔好，成日好似冇精神咁，做少少運動咧又會氣喘喎，天氣一轉咧又會鼻敏感，又會喉嚨痕，仲好容易病添喎。我就有啲中醫同營養師朋友同我講，其實個人好多時攰、虛、易病，同個肝腎免疫力係有關㗎。而補肝腎最重要咧就係要靈芝加蟲草，所以佢推薦我食天和正健日本靈芝黃，一盒咧就有齊晒，每日食2粒，真係好方便啊！咁我食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好明顯瞓覺係瞓好咗，第二朝咧起身係好精神，面色又好紅潤喎，成個人感覺好似輕晒咁啊！最重要就係冇咁容易病。佢同一般靈芝產品唔同嘅，因為佢用嘅係天皇御用品種日本長野赤靈芝，以專利破壁技術提煉，吸收比普通靈芝高10倍嘅。而且係跟足日本一物全體嘅養生概念，完全保留成株赤靈芝精華，包括孢子、菌絲體、子實體，食咗落去，身體梗係吸收好好多啦。蟲草方面，佢哋用嘅係100% DNA 認證西藏野生菌種，比一般 CS4 更加純正，對鼻敏同氣喘好有幫助㗎。我揀保健品一向都好注重安全同埋品質，因為食落肚㗎嘛，一定要清楚佢嘅來源同埋成分。天和正健日本靈芝黃係日本 GMP 大廠生產，符合晒香港食品安全標準，我就食得好放心啦。我更加欣賞佢一點，就因為價錢方面好親民，但用嘅咧就係好高質素嘅日本原料。原來唔使一定好貴先可以食到天王級嘅日本長野赤靈芝同埋蟲草。咁年齡我哋係控制唔到，但狀態我哋一定 keep 得到。想補肝腎、強肺補氣、提升免疫力，我揀嘅就係天和正健日本靈芝黃。我介紹咗俾好多朋友食，食完都話精神咗，身體好咗。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有狀態，快啲去萬寧買啦！